大家有幾耐冇關心過自己嘅健康呢？其實香港咧嘅女性平均嘅壽命咧都係好長嘅，而家係80幾歲啦，但係咧去到2066年咧，其實咧係會達至到93點幾歲添。咁而呢個咧係比男性咧係更長嘅。咁但係咧，我哋香港嘅健康嘅挑戰咧都好多，例如對女性嚟講咧，都有慢性病啊，有更年期啊，亦都係有乳癌啊、子宮頸癌啊等等。咁呢啲咧，其實大家又知唔知道自己嘅情況係點咧？有冇做過身體檢查或者有冇做過篩查咧？嗱，女性好多時咧就都係咧係會係照顧屋企人啦嚇，咁但係咧，我覺得咧照顧自己咧都係好緊要，因為如果唔係咧，我哋有咁長命咧，就如果係唔照顧好自己嘅健康咧，係將來咧健康其實同長壽咧，希望咧都係息息相關嘅。咁其實我而家咧就推行緊一個咧係賽馬會訴說基層醫療健康嘅一個計劃。咁呢個特別咧係關心女性，其中有一項咁就係女性健康嘅計劃啦。咁我哋都係由專業嘅護士咧係主導去提供一啲評估啦，同埋咧係評估乜嘢咧？咁係評估風險嚇，喺一啲健康項目嘅一啲嘅風險。專業嘅護士咧，其實如果係同女性咧，大家首先咧都會做一個全面嘅篩查，同埋咧係健康風險嘅評估啦。第二咧，亦都會評估咗之後，咁就會分高風險啦、中風險啦，或者係低風險。咁當然，如果係高風險嘅話咧，亦都會係主動咁樣去介入，同佢咧係預約一啲嘅檢查啦。咁呢啲嘅檢查咧，都係包括例如子宮頸細胞嘅檢驗啦、乳房嘅造影啦，就或者咧係骨質密度嘅檢查。咁呢啲都會因應個婦女咧佢個問題咧係而去作出呢啲嘅建議嘅。咁當然如果係中風險或者低風險咧，亦都會係對於針對佢哋咧嘅俾一啲個性化佢有佢嘅問題嘅健康教育啦，同埋咧係一啲嘅輔導，咁希望咧係調整佢哋嘅生活方式，去降低佢哋嘅風險嘅。香港好多女性咧都有更年期嘅問題，咁所以咧更年期嘅管理咧，其實我哋嘅專業護士咧都會同護士咧係傾翻嘅。咁所以咧，希望咧大家都係關心自己。呢一個嘅計劃咧，其實咧主要都會喺3區嗰度推行啦，喺南區啦、黃大仙區啦，同埋咧係西貢區嘅。咁我哋大家如果我哋希望咧係要有一個好好嘅身體，我哋可以照顧屋企人嘅話咧，我都希望大家咧開始咧一定要關心下自己嘅健康。例如對於自己嘅一啲女性嘅一啲健康問題咧，都係要照顧好自己，先至咧係可以照顧屋企人同埋其他人嘅。